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8，诗篇107篇21到22节安尼讲：为着耶和华的慈爱，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，愿人拢学落伊，也愿因献欢喜的祭，出欢喜的声，讲起伊的所做。三甲来祈祷，我要出欢喜的声，讲起你的所做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真实无虚假，完全无瑕疵，疼痛无改变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，你的律法是真实。主啊，愿切切羡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阮所欢喜的。主啊，愿听受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愿通你真正想，你的诫命常常到我伫地，互阮通有对你来的智慧。主啊，愿要学落你，愿要大声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我要为着你的慈爱，甲你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来学落你。愿献感谢的祭，出欢喜的声，讲起你的所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